中6次就对了。好。来，预备，开始。1、2、3，1、2、3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1、2、3。对了。是，看出来，不太敢用力啊，用力，这样，亮了吗？转关节，知道吗？来，不能握刀啊！啊！握刀法，对，握刀法，肯定是握你的大的关节，这些拇指要过来跳，你的手可能不打。你这关节是反，你要侧身，这个动作要侧身，否则容易打到腿。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呀。你看的是一样的吗？这一下转过去的时候，再慢慢转。哎，对了，这就对了。啊，这就错了。